歡迎收睇置業攻略。2026年本港商用物業市場見到有唔少資金流入，包括嚟自本地、中資同東南亞等等資本。究竟呢啲資金流入動機係啲乜嘢呢？會唔會迎嚟新一輪嘅大宗交易潮？而邊類資金會喺未來主導市場呢？今集我哋請嚟第一太平戴維斯投資部資深董事胡志生同我哋傾下。Hello Jason。Hello Yoyo。咁今年以嚟咧都見到有唔少嘅大宗交易咧喺香港度發生啦。咁其實個資金嘅流入都有好多種類啦，即係例如係本地啦，咁甚至有中資啦，或者東南亞同歐美等等嘅資本啦。咁其實呢種嘅資金流入係咪代表香港都有個投資價值喺度咧？係投資價值，其實香港一路都有嘅。咁同埋你可以見到東南亞資金其實今年嘅新力軍啦。咁佢哋點解會入場咧？其實係因為佢哋本地嘅投資嗰個價值咧回報比較低，佢冇香港咁高。咁佢哋係得2至3厘左右。咁香港有啲投資嘅物業咧去到5至6厘。咁所以佢哋亦都開始進入咗呢個香港嘅市場嘅。咁其實佢哋嗰個嘅舉動係咪都有唔同嘅因素喺入邊？即係會係屬於一個中長期嘅配置咧，抑或其實佢哋都係嗰啲資金未有出路，暫時想停泊喺香港咁樣？應該話，我覺得都係中期同長期都有嘅。咁譬如佢哋有啲有啲投資咧係偏向一啲核心嘅區域嘅，譬如喺中環啦。咁譬如佢哋買一個傳統嘅寫字樓咧，咁嗰啲通常係一啲長期嘅配置。咁另外我見到，譬如亦都有另一種資金咧，就係專攻呢個學生市場嘅，係啦。譬如好似 V 圈咁啦，佢今年嘅年中左右啦，佢啱啱買入咗一個 One Bedford 啦，喺大角咀，咁佢都係會做一個學生宿舍嘅一個投資嘅。咁其實縱觀嘅成交個案入邊啦，見到亞太區嘅資本，即係例如係新加坡嘅一啲基金啦，佢哋嗰個佔比都唔輕，都有30幾%。咁你其實覺得佢哋會較鍾情邊一類資產多啲咧？佢哋會係一啲長期配置啦。咁譬如喺頭先啱啱講嘅中環一啲核心嘅物業啦，佢哋會買咗寫字樓。譬如喺皇后大道中152號，都係一個新加坡嘅一個家族資金，咁就嚟咗香港。咁其實呢啲資金擺咗香港之後咧，其實短期內亦都唔會去沽售嘅。咁而另一種就係啱啱我提過，譬如好似 One Bedford 咁樣，佢哋中期係做一個學生宿舍，係一個機會性嘅投資嚟嘅。咁佢哋將個物業會由一個寫字樓轉型做一個學生宿舍。咁亦都係講求一個回報啦，投資回報啦。咁呢方面嘅資本個流入其實係會唔會成為一個新嘅趨勢咁？呢個係今年嘅新趨勢，因為其實過往嗰幾年其實你見到東南亞資金不太多嘅香港投資，咁今年其實已經由0去到30%以上，係啦。咁你可以睇到其實佢哋家族嘅一啲資金其實慢慢係流入香港嘅。咁其實內地資金方面都見到有好多動作，即係例如京東其實都收購咗好多資產啦。咁其實你見到佢哋嘅資金偏好邊一類型嘅物業多啲？京東係一個比較特殊嘅一個案例啦。但係你話如果普遍大陸資金，其實佢哋係鍾情於寫字樓同埋住宅物業嘅，係啦。咁鍾情於寫字樓同埋即係啲住宅物業，有冇啲例子都可以舉出咁樣？可以嘅，譬如好似東吳證券咁樣啦，佢喺皇后大道中亦都買咗一個物業啦，同大鴻輝買入嘅。咁嗰個銀碼都去到10億以上㗎。咁你見到佢都係做集團總部啦。咁同埋最近灣仔有一棟商廈叫 Connect 啦，係啦。咁以前係海龍瑞基金持有嘅，咁而家亦都賣咗俾一個叫凌興集團。咁個價值都8億。咁其實相信都係做一個集團總部。咁見到佢哋都係偏好一啲買一啲寫字樓嚟做總部啦、傳統物業啊。咁甚至有啲係中環中心嘅全層寫字樓啊、信德中心啊咁樣嘅。但係其實見到近年嘅資金流入咧，就都未必去吸納一啲傳統嘅甲級寫字樓，即係反而佢會揀啲銀主盤或者酒店去吸納啦。咁其實呢一類嘅即係嘅資產嗰個投資回報率方面，同傳統嘅有咩即係分別喺度咧？應該話我會咁講，其實係兩個唔同嘅取態嚟嘅。而學生宿舍就係一個注重現金流。因為佢好多學生佢哋俾租嘅時候咧，可能喺入學期初一炮過已經會俾晒。咁係講求一個回報有5至6厘。咁而寫字樓咧，其實回報現金流冇咁高，可能回報得2至3厘。但係佢嗰個資產重估嗰個爆發性會高啲，因為可能由高嘅跌咗7成以上啦。咁其實譬如講緊以前6萬蚊嘅一啲寫字樓，可能而家係萬幾蚊買到。咁其實就係另一個取向，係一個資產重估嘅一個取向咯。咁但係我哋睇到即係可能資金佔比上，今年歐美嗰個資金好似即係見到冇咁大動作，有冇話啲咩因素影響到？
其實唔係㗎，其實睇翻上年年頭喺嗰個熱浪開始嘅時候，其實美資係第一時間入市嘅，係 Angela Gordon 啦，同呢個宏安啦，其實佢哋買咗一個鄧成波嘅以前持有嘅一個物業喺呢個砵蘭街，咁買咗個酒店，然後改造成一個學生宿舍，咁而家都成為叫做 Sunny House Woodland Street 嘅。咁所以未必係講即係話今年個投資信心不足，純粹係嗰個嘅即係投資喺上年發生咗咁樣。係啦，純粹係可能有啲交易未發生或者未正式公佈咁解啫。但其實美資一路都喺香港有尋覓緊嘅機會嘅。但係有冇話佢哋投資嗰個資產類別有轉變到咁樣？哦，如果你話投資佢哋投資嘅類別咧，其實都係以住宅或者學生宿舍為主嘅，因為呢兩個方向始終喺香港係比較容易去計數咯，咁同埋個防守息都比較高嘅。容易去計數其實係即係點樣？係咪可唔可以解釋一下？其實可以簡單講，就譬如學生宿舍，其實呢個 model 就係一個容易去寫 report 啊，又容易去用現在有嘅數據去反映到俾外國嘅投資者聽。咁呢啲係一啲好實在有數字有統計數字，譬如而家一個床位收幾多錢，學生嘅宿舍嘅短缺有幾多，咁呢啲全部可以喺數字上可以反映到，咁所以佢哋好容易可以說服到佢哋外國嘅投資者咯。咁你預期今年全年嗰個資金流入會係點樣？即係可能數據上會唔會比上年有更多咁樣？應該咁講，下半年開始啦，我覺得可能會緩和翻少少嘅，因為其實喺今年嘅第一季同第二季，其實嗰個資金流入個速度都快嘅，係啦。喺短時間內，其實你見到住宅其實都升得好快，其實普遍mass market 嘅住宅市場其實都升咗差唔多好2-3成嘅啦，已經，甚至可能已經去翻之前嘅高位。咁所以其實你見到好多譬如大陸嘅資金或者大陸嘅一啲買家亦都會喺香港買住宅咁樣，但係嗰啲嗰個就係 mass market 為主咯，就未必係投資市場嘅。咁你睇未來嗰個資金個流向咧，其實邊類資金會主導市場咁樣？我覺得冇一種特別嘅資金會主導市場嘅。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其實4大類啦，我會分為東南亞、內地啊、本地同埋歐美嘅資金，亦都會繼續喺香港尋覓嗰啲機會。咁爭在係幾時會發生咯？我覺得。唔該晒 Jason。今集置業攻略時間嚟到呢度。